有個太陽，應該15分鐘到㗎咋。shit，暗暗地。我頭先所講曬背脊個任督位係好緊要，頸以下嘅任督位最好俾太陽由呢度直接吸收。開始我哋一日嘅工作，唔好唔記得。當然係要日日做啦。佢哋啊，呢位令我十分敬仰嘅咖啡師啊，袁偉又係要經歷呢段路啦。佢住喺星街啊，你最好8點前落街啦，等太陽出咗嚟先至去跑。我哋係要俾個身體知道開始運行。以我為例啦，勁濕重啦。點解每一日都好濕重？要吸收維他命 D 啦，有個方法養腎之餘再吸維 D，再加埋你嘅跑步，令到自己即係個帶氧運動咧，心肺功能咁樣做咧，成日就會醒好多。起身第一件事喺床度做得噶啦，輕輕按你嘅腎位啊，用個身體瞓喺度啦，壓住自己背脊，壓住個腎位，用2個拳頭慢慢搓，1分鐘到啦，微微輕係 OK 噶啦。然後先落床，要有太陽出咗嚟曬住我哋嘅背脊位，任督二脈個任督位，急靚至20分鐘最基本，飲翻啲油性嘅嘢，半茶羹 OK 嘅啦，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更加快去吸收，排走啲濕氣啦、汗水啦，打後先至開始養翻好腎，唔好空肚食薑黃。再講，同埋